强烈风台控制来呀，今仔日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。风台中心按算下晡就会开始登陆，全台湾拢会伫暴风圈内底，所以今仔日咱全国是停班停课的。嘛提醒乡亲唔好出门，踮伫厝内避风台较安全。气象署上新的资料显示，抗瑞风台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20公里，昨晚南苏出现17级的强阵风。各地的风力就不只有沿海才是比较大的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在西半部一些比较内陆的地区，都有可能会出现11级以上的强阵风哦。今日台湾附近各海面加巴士海峡的风景明显增大，容易有5公尺以上的悬景，尤其东半部沿海可能会到10公尺以上，偏湖是会到7公尺以上，各沿海容易有长影，请尽量莫去海边活动。附近各海面的风浪都可能会来到5到7公尺左右啊，尤其是在台风中心即将接近的部分，甚至有可能会出现12公尺以上的浪高。气象分专预测，抗瑞风台可能是9年来第一个暴风半径达到300公里登陆的风台。风台带来的雨影响上大区域集中伫东半部、南部地区，一个恒春半岛。它是一个范围很大，然后强度很强的台风，降雨可能会是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山区，尤其风是全台湾都会非常的有感。那花东这边看起来会是首当其冲。因为抗瑞风台暴风半径正大，影响台湾的时间正长，范围也正宽。今仔日规天风雨拢正大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气象署伫昨启动对风计划，伫暴风圈范围13000公尺的天顶，但探空仪协助预测风台的路线，一个分析其周边的结果，譬如讲暴风半径加雨大，摕到关键的资料来做为风台预报加警报使用，也会将资料分享给世界各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